自从屏东县政府为咗提出临边加动提起再后产业老家人重建，3年前是即刻引进日头能的钢铁产业，希望利用屏东当冲这个日头能下创嘅日照时间，带动再起产业转型，同时促进国土的富足。然后口水种田计划也最近有260名嘅地主，总共係277笔的土地。加起来43.3公顷加上日头能板，希望透过强力发展，让生态让起新面貌。本临边加动从2开始，冇半年马系提升下纳式台名词。大家拢讲，其实再好重建，毋是搁咧想啥悲伤，是即个环境都咱破坏啊！免怎教育大家，搁做真正搁回归吼，讲，互即个环境搁较好的代志。临边乡嘅乡亲无因为冇来去防灾了本人大多，颠倒对自然嘅灾害地位学习到用嘅同大自然共存。屏东县政府喺8防灾以后，陆地提升下陷嘅企划，推行用水种田嘅计划，进一步研发嚟提防新形态嘅农业革命。比如说上面可以做发电的功能，下面土地可以做农业设施，就是说一个农业革命的开始又来了。喺嘉东乡强延村经营莫大修理成立嘅5户宅，喺屏东县政府征询释放用水种田嘅农民置业。喺5户嘅当方架设普通式嘅太阳能板，进行并联发电，加人嘅降温提升下陷，特别发展永续嘅能源。不料，经济部沙喺99年代公告，变建太阳能光电吨数加时嘅公式，交天费率嘅稀释标准，对签约也变做完工年。原来规划明年发电300МW，也变做25МW，促成当初领先嘅5间投资厂商，有3家先铺嘅表示投资，本乡嘅农业转型嘅农民有18嘅失望。对我们本来是想第一期25，过来100МW、300、500，那当时行政院后来是政策转弯，对人类有帮助的一个能源，到后来就没有做成功嘛，当然会有一些失落感呐。屏东县政府经过同东岸以下摆嘅协商，喺18年3月，经济部重新修正嘅计划，由屏东县政府在100年选出3间嘅厂商，喺临边同嘉东乡177笔，一共43.4公顷嘅土地上架设太阳能板，正式进行太阳能发电，也成就嘅乡亲嘅新形态农业。像现在我们要尝试，就在太阳能底下新的产业。也就是跟农业结合的产业，我们在努力在推。他们跟地主租了地，然后他们愿意把它下面的空间让我们去做，也许是种植有机蔬菜，也许是做生态养殖。因为太阳能发电係所謂嘅綠能產業，經過屏東縣政府以下擺嘅說明會以後，農民漸漸嘅了解太陽能嘅產業，但係蘇漢東岸嘅交天政策，本過度向外轉型嘅農民。还係本人主動提太陽能發電太門以外，那一年才100個 МW 的這個量是全國在分布。那如果是在地層下陷區，我們都可以用這樣的模式，跳脫原有的產業，就是戳地下水的產業。那台灣的綠色能源有了，自主產業有了，自主的能源有了，何樂不為呢？其實百姓只要能夠溫飽就好了。3分地2萬塊，很多人都願意去轉業，去轉成這種綠能的，變成小型的發電廠。這個是很多人還很想做。屏東縣政府表示，以噸數天價每度7.3億元來計算，目前用水種田嘅年數天收入大約係2.27億元，農民嘅租金收入也有2000萬。人喺蘇漢喺東岸嘅政策同台電設備嘅限制，未來假使經濟部放寬限制，還有台電公司增加批電嘅虧損，做得本韓國度嘅農民願意加入用水種田嘅行列。客家新聞潘成旺屏東報道。